繼續送黃鱔飯。嗱，呢個2月份繼續送黃鱔飯啊！咁啊，之前咧講咗話嚟我都會山莊食無花果浸雞就送黃鱔煲仔飯1煲。活動時間咧就到1月底啊！時間過得真係快，又到1月底啦。咁啊，非常感謝大家支持。既然大家中意呢個活動嘅，我就繼續送多1個月。所以2月份過嚟，提前1個鐘打電話預訂食無花果浸雞，繼續送黃鱔煲仔飯1煲。咁有好多人話：喂，會唔會3月份又繼續送㗎？嗱，3月份係真係冇得送，因為3月份我已經諗好送乜啦。3月份送木舟蜆。嗱，清明前後食木舟蜆係最肥美嘅。咁我哋都會山莊呢6、7年呢都係18蚊一盤就可以食到正宗嘅木舟本地蜆。咁啊，但係今年呢18蚊都唔使。你3月份過嚟，凡係打電話預訂食無花果浸雞，送木舟蜆1盤，大概有2斤重嚇。食過啲人都知道，我哋都會山莊啲木舟本地蜆平靚正啊！起碼3月、4月都有木舟蜆送，但係5月份呢就唔擔保啦，因為5月份呢1月就冇蜆噶啦，啲木舟蜆就唔靚噶啦，所以5月份有冇得送，唔係睇我，係睇攞唔攞到木舟蜆啊！嗱，想免費食黃鱔煲仔飯嘅朋友，記得提前預訂啊！我喺都會山莊等你哋啊！